大家好，布丁今日帶你哋去到大圍柏傲莊。柏傲莊唔使點樣介紹啦，你哋都應該知㗎啦。但佢仲有最新推出咗幾個大嘅特色單位，等你哋睇下啦。呢一個單位1383尺，個廳係超四方啦，不過有少少轉角位嘅，可能可以擺下啲小櫃仔，擺下嘢都得。呢邊望住一個城門河景，超大玻璃啊！布丁最中意啊！今日係落雨同埋勁天陰，但係佢採光度都非常好，間屋其實都好光明。呢度可以擺張梳化仔，前面擺個電視機，小朋友可以喺呢度玩。帶你哋睇埋爸爸或者媽媽最中意嘅飲酒區，呢度可以擺下酒啦。呢度有個酒杯架，可以擺酒杯。另外，發展商超細心，呢度已經有晒 Mila 嘅酒櫃啦，有埋咖啡機，啲櫃多到布丁都要咁樣開啊！開埋嗰邊俾你睇，你實估唔到呢度下邊係咩嚟㗎？呢度下邊竟然係一個雪櫃啊！睇埋個廚房，廚房可以企得落3、4個人都冇問題嘅，一樣都有 Mila 嘅煮食爐啦、蒸焗爐啦，明火爐會有3個，呢度可以看翻熱啲嘢食。一個大星盤，佢要擺嘅空間唔算太多，但係我覺得出邊啲櫃前邊都可以擺張細台仔擺嘢嘅。雪櫃呢度有多一個 ，total 呢度會有2個雪櫃，廳一個，廚房有1個。呢度就有啲櫃，又係擺嘢嘅。啲碗碗碟碟多嘅主人，呢度應該會超中意啊！好，布丁帶你哋睇埋間主人房先。個廳嘅左手邊就會係主人房啦。布丁覺得呢個主人房啱啱好啦，又唔會話好大。呢度放張雙人床，呢個位可以放張化妝台。最中意佢嘅廁所，有2個星盤，咁又得企喺度沖涼又得。呢度有個浴缸，可以望住個城門河景，浸個靚浴。呢度如果你想擺個大衣櫃，我覺得係爭啲嘅。但係咧，因為佢呢度有4房2套，你可以將一間房變成自己嘅衣帽間。帶你睇下啦。